要投訴啊！管理處講大話，咩事咁怒嘈啊？又話琴日停水洗水箱，但係全日都冇停過水，都唔知有冇洗到。大廈食水箱係要定期清洗先可以確保食水安全嘅喎。如果真係冇洗到，咁我哋飲緊啲水咪……咦，諗起都係核突，都係飲翻樽裝水好啲。你哋係咪誤會咗啊？不如我哋 check 清楚先啦。教授啊，點解有陣時話洗水箱咧，但係又冇停水，係咪扮洗㗎？咁啊未必嘅，咁啊視乎睇下嗰個大廈嗰個情況，因為如果佢低過3層咧，通常嚟講街喉嗰個壓力咧，都會將啲水推咗上去第3層、第2層啊，咁所以就未必係經過水缸啦。咁另外一個情況咧，就係有啲新型啲嘅大廈咧，佢哋有2個水缸嘅，所以你洗一個嘅時候，另外嗰個水缸都能夠去繼續嘅供水啦。所以有時就未必要停嘅。不過我知有啲唐樓咧係冇管理公司嘅，咁佢哋唔洗水箱又得唔得㗎？你唔洗水箱咧，就嗰個隱患會好大，因為咧可能會聚積咗一啲嘅沉積物啦，或者水管裏邊啲鐵鏽啦。咁你積聚喺水缸裏邊咧，就好容易咧有細菌滋生啦。滋生嘅時候，咁樣對嗰啲用戶個健康就會有影響啦。我之前咧喺網上見到有人 share 大廈水箱啲相，入邊咧有小強，真係好污糟喎。小強都未必係最壞嘅情況，我自己都見過咧。有時咧佢嗰個通氣口啊，冇用啲鐵網圍住之後咧，有啲雀仔飛入去咧，飛唔出嚟，咁喺裏邊困住咧，浸死咗。咁你可以想像當中呢一缸嘅水嗰啲嘅水質係點樣樣，所以咧定期清洗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咁其實幾耐洗一次水箱㗎？按照水務署嘅指引咧，應該3個月就要洗一次啦。要洗嘅時候咧，亦都要通知嗰啲嘅用戶啦，同埋洗完之後咧，就啲用戶亦都要沖洗嗰啲水喉，即係開隻水喉燈流2-3分鐘先至好用。其實咧，住戶咧點樣知道咧管理處有冇檢查同埋保養個供水系統㗎？最安全嘅方法咧，就係每間大廈咧就要參與水務署嗰個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。咁裏邊咧，其實咧就好多要求嘅，就係定期嚟到去維護啦、測試啦、檢查啦成個供水系統。咁你做到呢個咁嘅安排嘅時候，嗰啲用戶咪能夠長期嘅享受安全健康嘅水咯。多謝教授。